老板娘，可以试吃吗？可以啊，好吃再买。哇，真的好吃哦！刚炸起来的，好，我买。这个怎样买？ 5条2块。老板娘，我吃了你的炸香蕉，现在喉咙不舒服，嘴角还长嘴泡。我吃别人的都没有这样过，剩下这3条我要退。可是你已经吃了2条，如果怕热气，剩下的可以给朋友吃，不要浪费。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我亏钱给别人吃？你这个老板娘怎么处理事情的？我现在就是要退款。さよなら。